伫咧台南有2个骑乌托拜的人停红灯，拄到救护车，因着按照移交的指挥先刷位，互救护车先行，所互双车路车顶方向的汽车弄重伤。一个人断髌仔骨，另外一个人是颔棍甲颈到头拢受伤。但是因受到交通事故初判表，所讲因弄红灯爱担所有的责任，互因是无法度接受。 旅行车青灯直行，2台机车煞突然出现，为中方弄过来，3个人直接跌落涂骹。车祸意外发生伫顶个月初4，最近受伤骑机车的人受到交通事故初判表，指出因是弄红灯，互因无法度接受。绿灯车道这边，它其实前面的车都有停下来，我们才敢往前行，不然的话，其实那时候当下我们这边是红灯的灯号，我们不敢往前走啊。 因为代志发生进前，因伫永康区复兴路甲高速1街路口停等红灯，为着要让后壁的救护车先闪伫路边，也毋过亲像上班时间，车流量真大，救护车犹原无法度通行，移交指挥因往前行，竟然互车顶方向的旅行车弄着，徛伫上头前的王先生髌髂骨断7支，颈胛骨开刀固定，医疗费超过15万。另外一位互机车载的瓜太太受伤也无轻，几啊摆进出病院开10多万，2个人。 至少爱3至6个月复原。颈椎的部分是开刀，脚的部分是有做手术缝合，因为伤口非常的深。尊重移交指挥发生车祸，警方为监视器甲行车记录器影像，判定机车弄红灯直行专责，旅行车确实无发现肇事因素。受伤民众找民代进前，台南市交通大队表示，已经将移交列为这个案的当事人。 本大队将在依各照当事人的笔录、现场图以及相关的影像做2次初步分析研判。如果有的话，那交车没有遵照指挥的话，那当交车的方向是有过失的。那如果没有的话，因为指挥交通的移交形同是公务人员那这样恐怕就会有国家赔偿的问题了。警方也表示，初判表并不是提供保险理赔的完全依据，并让人对初判结果有疑问。以公路法规定，以车检会鉴定结果，也是法院判决作为最后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